台湾人。嘿，咱今仔日吼，要来讲咱台湾人的食食啦吼。啊，这是第2趴啦吼。啊，顶1趴是旧年啊，旧年的8月12啦吼。我甲大家小解这个物件哦。旧年有小解10种，咱拢知影这项物件安怎讲。毋过煞毋知这物件是安怎来的哦。这个主题啦吼。这个主题咱甲留一下好无？这10种是安尼啦吼。第1种哦，这就是我无啥爱食，毋过阮某足爱食，这叫做胖哦，这叫做胖啦吼。当然这是外来词啊，这跟旧年咱小解过啦，这叫做胖哦。所以你看咱台湾的念食食嘛是足多元的啦吼。就这叫做胖。再来，这嘛是为外国来的，这叫做甜不辣。我真细汉拢感觉为什么会甜啊，佫袂咸安尼吼？会叫做这也袂咸，也袂甜，这个甜不辣，这甜的物件啦吼。好，第3，这也做菜金菜头啦吼。有当时啊一粒200-300块啦，有当时啊一粒10块尔啦。这叫做高丽菜，这叫做高丽菜。高丽是安尼来哦，伊嘛是对荷兰语来的啦吼。高丽菜毋是甲韩国无关系啦吼。咱若顶旧年有上过，正搁留一个啦吼。若旧年无听到的，今年搁小可迄个甲伊了解一下安尼吼。这高丽菜，这对咱台湾来讲拢是足重要的菜色啦吼。这个物件大家一定拢食会着嘛。这足营养啦吼，对人身体足好的啦。就是讲这伊若这个如果番茄红了啦吼，医生的脸就绿了啦吼。食来对健康足好，这个柑仔蜜啦吼。为什么叫柑仔蜜？伊是对菲律宾语来的嘛吼。tomato 当然就是日语嘛。臭鸡啊，我毋知影啦吼。我是学台语了，才知影讲柑仔蜜互人叫臭鸡啊吼。我听到就是柑仔蜜甲 tomato 啦吼。学台语了，其实学台语你嘛发现讲足侪物件，其实你拢袂晓。所以你愈学，你就感觉讲家己知影足少安尼啦吼。这叫柑仔蜜。第5种这叫做芭乐红饮茶啦吼。华语叫做芭乐啦吼。其实华语叫做芭乐嘛，甲台湾人安尼讲呀。因为伫咧中国因就袂讲这叫芭乐，因为因无咧讲台语啊。这个芭乐是芭乐这个词转变做芭乐这个名词嘛。伫咱台语内底，伫咱台湾内底华语嘛有真侪代志是受着台语的影响包括一寡词啊，像芭乐就是啊。比如讲，现在很多人在瞧事情，这瞧事情，华语你讲给中国人听，其实伊听无为什么是瞧事情？事情不是用协调，为什么用瞧的？因为咱台语是用瞧的，你代志去瞧的这个音的照对华语来来句法内底就是陈美凤陈美凤上较经典的。这个东西不错吃华语内底没哪不错吃，是那个，因为伊是为台语来袂歹食嘛比如讲这是外省挂，为什么这一群人叫外省挂？因为咱台语内底甲整群的叫做龟挂龟挂拢你挂，你这外省挂不然伊就比外省挂的好，这个挂啦再来这阮兜有知啦这即嘛这介好啦甲叫四季果啦为什么叫四季果？伊有足侪名啦伊佫叫做鸡卵果啦，佫叫做番仔木瓜佫叫做牛腩拍，叫番仔腩拍，佫叫四季果啦一种物件足无用的安尼足侪人无共款的讲法。好，香港叫做全果啦这要引起大战的啦有人爱食，有人无爱食。我本身是足爱食这啦盐水啦这个盐水，毋是芳菜嘛毋是芳菜啦这个盐水旧年第8种这长长的这个菜头这个菜头为什么叫菜头？因为本来这无咧食较早人无咧食豆嘛是到尾了，因为这个物件才甲起来做菜咧食，所以叫菜头第9种个菜头足成念开好嘛足成的这叫做闽豆闽豆嘛是外来词，因为闽本身就是豆子的意思咱台语的翻译内底佫甲豆就坦克 tank 就会使来佫来加一个车，比坦克车比坦克车
恁兜啊嘛是共款的故事方式啦吼。好，来，咱拄仔讲到遮啦吼，咱拄仔讲到回镰刀啦吼，荷兰豆，回镰，咱已经演变变回镰刀，有几啊种无共款的讲法啦，拢是咧讲回镰刀啦吼。我因为伊是为荷兰引入咱台湾的，所以咱家叫做荷兰豆。毋过音会走去，就是像我今仔日要小解的是要共款。咱知影吼，这种语言伫咧演进的过程当中啦吼，伊拢常在产生一寡音的变化，音的变化就是走进去啊，或是因为风音的关系，好咱语言是活的，所以咱着以咱理解的语言，伊讲的方式去讲，安尼我相信嘛是真好一个选择啦吼。好，咱即嘛今仔日是要安尼哦，今仔日要来介绍竹板仔林要紧，伫咱台湾来讲啊吼，竹板仔要紧吼，最有代表性的食物，这食物内底佫有相关的台语，因为咱顶礼拜拢是讲伊的名称安尼来的嘛吼。咱今仔日要来小解即项物件，伊甲咱的台语有啥物款的牵连啦吼？伊若伫咱的台语内底出现愈侪摆，安尼表示即个食物是愈普遍，嘛是愈重要的。譬如讲，我就要请问大家，每一个老师一个问题，第一趴，头一趴，请教各位老师啦吼，你会当用选择的伫你的心目中啦吼，上会当代表台湾食物的食物，台湾食物的植物是倒一种啦吼，我拣5种，大家选看卖。老师吼，你若愿意啦吼，你着甲你的答案拍伫个信息栏内底啦吼。第一，稻仔，伊就是咱咧食的米，第二，茶就是茶米啦吼。第三，甘蔗咱做糖嘛吼。第四，土豆，土豆做物件济啊，土豆油啦，土豆糖啦吼。第五，番薯。第六，剩诶。你若写第六个吼，你会当甲你的答案写伫你的信息栏内底，请教咱的老师啦吼，你代表性安尼，我看一下，即嘛有迄个有反应的，有人讲一，每一个答案拢有咧，咱台湾真正真多元，佫真迄落啦吼，即嘛够兴趣是啦吼，5。答案上介济这当然每一项拢有代表性，拢会使啦吼。即嘛咱就爱讲我，好，多谢各位老师咱会当开始来统计一下安尼啦吼。伫我的心目中，上会当代表台湾的食物是等，真济老师甲我共款啦吼，就是第5种，番薯，这就是番薯啦吼，这就是番薯，这。番薯叶嘛吼，这是迄个番薯，好，所以伊的台语就叫做番薯。你看咧，即个番，伫咱台语内底啦吼，迄个尤其是汉语内底，伊若感觉伊的文化比伊较低，伊就共叫做番，伊若感觉伊比伊较悬的，伊就共叫做西，若无就共叫做洋，西洋，就洋装啊，这伊就感觉讲迄个。洋琴啊，像即款啊，伊就感觉讲伊文化比伊较悬的，家叫洋。伊若较看无人无闲的，就叫做番。所以咱迄个台湾内底嘛有迄个外来的番，嘛有咱本岛的番，本岛番就是咱原住民嘛，咱原住民。好，即款的番薯对我来讲是上介熟悉的一种食物，因为阮兜细汉。就拢种番薯，栽番薯，因为我是台南人，我又阁是台南的下仔人，阮迄搭遐吼，就是自从北建委伊做乌山头水库了后，阮遐诶要捡水啊，就足方便，迄个一冬会当种3开，种3开就是可以散货，譬如讲大冬，就是叫做4月早，毋是啊，4月早就是一期稻作。大冬就是2期稻，即嘛，迄个即嘛就是咧种，种大冬种落啊，播落啊，可能伫个差不多9月，
迄个咱的啦，咱的我讲的是咱的啦，所以咱的9月因的站过，因为10月底迄阵就要挂，搁过来伫大东收起来了，一直到迄个明年要报迄个4月早的时阵，而且中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伫阮台南是罕咧落雨的，所以即个时阵拢会种一寡较毋免遐济水的农作物。上较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番薯，搁有豆仔拢会使，搁有就是柑仔蜜，搁有就是番麦，就是讲伫即个时阵，即个物件甲种落。上侪人咧种的就是番薯，就是番薯，因为番薯的产量大。咱来看番薯伫咱台语内底，迄个到底有啥物款的特色啦？我来讲到番薯。你会想到啥？啥物拢会使。比如讲，可能真侪人拢会甲我共款去想到咱台湾迄个台湾俗语即句话，真侪人迄个会想到即句。时到时长啦，为了讲时到时担当啦这就是俗语伊的好处嘛你只要差不多知影意思，你讲拢会使啦无米。才煮番薯糊汤啦好，这个意思就是讲，迄个表示番薯一定是比米迄个较俗啦当你无米人食的时阵你开始想着番薯啦像阮兜其实是有咧种米的，毋过阮细汉时阵罕咧食饭的，因为迄阵米足贵的，所以阮厝里头喙搁济，就是阮厝里是迄个。大做伙大家族阮兜有20-30个人总共有20-30个人所以阮迄米拢阿公阿妈咧食，阮敢若过年过节无平时阮拢食啥物？阮就拢食番枪。第二句对啦，番薯签、番薯糜安尼啦佫有番薯条地名老师拢真赞佫有想着。烤地瓜啦烤地瓜即嘛全家有咧卖啦迄个烘番薯啦好即句应该是会当上代表咱台湾人的迄种历史啦是讲咱台湾即块土地经过足侪外来统治者为荷兰人，荷兰人走了换地成功来了就换清朝，清朝了就换日本人来。日本人来了，又搁换国民政府，台湾人较无法度家己当家做主，所以就即句话，番薯毋惊落土烂，只求积蓄代代传。我感觉这真正就是咱台湾人的精神啦好，搁有第3句，即句老师感觉听过番薯好食，免大条。我要甲你讲，大条的番薯真正无好食。因为较早阮兜种的番薯伊是有2种，一种就是分茎的来收，用牛车载去分茎，较实话咱来讲着分茎，搁另外差不多1/3袂有分茎，2/3是留咧家己食。阮为着要，因为阮种的番薯是要有分茎，还是要留咧纸签的，所以伊番薯拢是红皮白心的，迄拢足大条。其实拢袂甜，无好食。青椒拢袂甜就对啦见到细条的，伊就较缩减嘛，所以营养分就较济。所以讲番薯免好食，就免大条。反义是讲，番仔姜若要咸免大粒啦细细粒就足咸的有老师讲，伤大条的刮啦番薯倒是较袂刮啦番薯是会臭香气确实伊放久是会较歹食安尼啦番薯是会放一个食物啦好，过来即句，伊讲捌算毋捌拄啦跳米咧换番薯啦即句甲第一句，伊米甲番薯有淡仔共款啦咱知影你像阮兜啦阮兜种册所以阮兜是迄个跳册茶米啦因为阮兜即嘛咧加米的已经歹去
无较早阮连米拢家己教，啊你即马要去甲买米叫点嘛，啊甲米卖出去叫做跳嘛，所以阮兜是跳切啊点米嘛，啊阮这阮兜拄啊倒饼啊，阮第三年满豆菜只咧袂使讲咧卖大肠诶啊吼，伊拄啊甲阮倒饼，伊是粮商，所以伊是吼，迄个伊是点切啊跳米啦吼，伊是甲切啊，伊是甲迄个啦，吼，伊是甲迄个米卖出去，啊甲切啊买入来，所以伊去甲点切啊，吼啊甲米跳出去安尼。啊，阮兜倒饼，阮兜是甲迄切啊吼，迄个卖出去啊，点着，啊点米就是甲米卖出去，啊换番薯，啊你迄个米较贵诶物件，啊你甲卖出去，啊甲番薯换转来，你用1斤诶米，甲人换1斤诶番薯，啊毋着足戆诶，所以伊就讲你捌算袂晓除啦吼，甲三两黄啊共款安尼啦吼，好，所以捌迄个咱讲诶。我毋知影，我毋知影，这题老师你问诶是对一个吼？哦，粉筋哦，哦，粉筋较即摆会讲着，哦，老师较即摆你着知影，哦，这阮兜拢知影啦吼，嘿，啊，你若住伫阮兜附近拢知，啊，过来，5斤番薯讲臭81两啦吼，咱以台斤来讲啦吼，1斤16两咧，啊，所以5斤就80两尔，啊，咱会臭对81两去啦吼，番薯歹去叫臭香啦吼。哦，这是一个，这事我敢若无写着，哦，我迄个咱咧讲国语政策叫做臭香的语言政策，番薯伊若有叫糖加着，还是伊歹去的叫做臭香啦，吼，伊叫臭香。啊，所以5斤番薯，啊，咱会臭81两，啊，就是表示规组害了了嘛，吼，就是讲毋来迄个毋来无所加，啊，佮得到有所减。所以其实伊诶意思含生鸡两个无放鸡屎有差不多啦吼。比如讲，伊要来甲伊斗相共，吼啊，结果伊甲代志舞一个佫愈严重，啊，你就讲这个是5斤番薯臭80两，有够害，生鸡两个无，放鸡两个有啦吼。啊，佫来迄个这人讲你是一条番薯，这是一首诗啦吼，这是上会当代表番薯的一首诗安尼，吼啊，咱来看卖好无？咱来看即首诗是安怎写，哦，可能真侪人毋捌读过即首诗啦，吼，啊，所以多今仔利用即个机会，甲逐个小解即首诗啦，吼，即较小可他来讲，哦，迄个好，人讲你是一条番薯，林宗元，吼，林宗元嘛是阮台南人，吼，好，啊，咱会当做伙来讲啦，吼，咱会当做伙来看卖。人讲你是一条番薯，伊这是用第二人称来写，破开有黄色的肉，流着白白的花，会开花，就伫土内咧活，无爱日头，爱月亮，吼，就是甲你煎，甲你煮，甲你浮啊，吼，就是煎、煮、浮，甚至甲伊粉碎也袂出手，就是不会回首了哈。啊，有一点点的土甲水，就要闪闪啊大，有影无？你的肉真甜，你的身价真便宜，你互人待伫土内，无意志，也无希望要走出土坑，就是甲你生食一半，你也是会活，会大，会笑，你也无想要反抗，只会怨叹运命，流着白白的目屎，哭无声音，你是毋是在哭？人讲你是一条番薯，破开有黄色的肉，假使你会流出红红的花，你的肉也会变红，你就会开芳芳，你就会开芳花，结恁的梦，无惊日头，无爱月亮，敢徛踮你的土地，敢徛踮你的土地，养儿吐气，你是毋是番薯？人讲你是番薯，
只个靠头互相争着活较大条，大条去互人加你一喙的番薯，无图也会乱生紧的番薯，去死去死！吼，其实读了心肝有淡薄仔艰苦啦。伊就是讲台湾人，你若无爱精神啦吼，尤其是选举的时阵啦吼。啊，你明明台湾人，你都无要支持台湾哦。伊虽然你是番薯仔囝，啊，毋过你通缀点点哦。啊，伊讲的一点点仔水，就是人若小可互你一点点仔好康诶，你着对人走啊吼，你着对人走。好，这是迄个林宗元先生写诶，你是一条番薯啦吼。啊，有一条歌，本来我要上课进前，我是讲先放即条歌互大家听啦吼。即条歌就是蔡振南伊所唱诶啦吼。伊讲吼，即条歌叫做《母亲的名叫台湾》啦吼。即条歌真有名。啊，为虾米讲即条歌呢？即条歌内底伊有讲着2000万粒的番薯仔囝啦吼。啊，咱看伊的歌词啦吼。伊讲母亲是山，母亲是海，母亲是河，母亲的名叫台湾。因为咱台湾有山有海，台湾阁足侪溪流，所以拢伫咱台湾内底。啊，所以其实咱的母亲就是台湾，所以母亲就是良知，母亲是正义，母亲是你咱的春天，2000万粒的番薯囝，感觉叫出你母亲的名，像咱咧讲闽南语就是啊。最近咱要甲闽南语正名做台湾台语，啊，其实咱在场所有的老师应该是拢感觉着讲台语就好啊，才能够教台湾台语。啊，这是国本23种的啦吼，国本23种的。啊，咱台语咱就讲台语啊，为什么要叫闽南语啊？所以咱2000万粒番薯仔囝去到巴黎奥运，就用中华台北，啊，咱毋敢讲台湾。啊，其实最主要就是咱对面有一个恶霸，互咱毋敢叫出母亲的名啦吼。啊，伊就讲台湾敢是遐歹听，想着即个字应该改一下，改无着啊。想着心寒，心寒气胃寒这有分别音哦。啊，母亲是山，母亲是海，母亲是河，母亲的名叫台湾，共款啦吼。这第二拍安尼，啊，就这啦吼。第二趴，伊就讲袂当叫出母亲的名，咱袂当讲咱是台湾，咱明明着去迄个选手遐尔认真，啊，要用台湾的名去参加比赛嘛袂使，啊，这就好亲像，哦对啦，啊，所以你看，咱的羽毛球迄个这两个选手麒麟配，林洋配啊，摕着金牌了，啊，阁有人咧讲，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啊，这真正是气死人无相爱，啊，这就亲像A9的第四囝，啊，因为你挂就是中华台北，啊，伊嘛中国人去甲伊当做咱台湾是的一部分呢，所以甲迄个金牌嘛放在因的国家内底呢，啊，这真正气死人无相，A9的第四囝啦，真正互人心凝对心肝，对心肝啦吼。所以伊就甲咱讲，2000万粒番薯囝，咱毋通点点毋出声爱勇敢叫出母亲的名啦吼。台湾，你就是母亲的名。所以我嘛要讲，咱今仔日咧讲的，迄个就是迄个啥物啊？就是台语吼。好，咱即马就转下咱的 PPT 啦吼。歹势。好，这。番薯即摆过来，咱既然咧讲食食嘛吼，啊番薯是要安怎食？嘉庆君游台湾内底吼，伊就讲铁山番薯个上界赞，鹿港珠咧是灵山。因为咱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咧中华嘛，所以即条歌当然就是爱甲中华嘛爱甲伊摕入来吼。所以铁山的番薯好上界赞。你毋知我细个时阵听着即条歌。我会感觉足奇怪，这番薯哪有啥物好食？甲竹山咧囥去，啊，竹山的番薯到底生做安怎？伫我细个时阵，交通无方便啊，我毋捌去过竹山啊，所以我就足好奇呢。竹山的番薯，讲番薯，到底真差伫啥物所在？
哦，鹿港珠雷是名产哦，这若有机会啦吼，若有机会，今仔日咱无放伫内底啦吼。我是要小解一项物件吼，即我细汉上惊啦，哦，上无爱食诶，就是鸡啊，啊，伊诶猪肋个鹿港诶猪肋，佫做做猪肋鸡啦吼。咱有闲较来讲这啦吼，讲着这猪肋鸡着，讲着这鸡啦吼，就真正是吼，迄个规个基地啦吼，无解好诶基地哦，拢走去头壳内底啦。哎，啊，咱即摆来看，番薯要哪食？番薯会当青食。直接起来加啊，哦，直接起来加。哦，你若讲拔了足枵，啊，你若切豆子啊，你无可能去共偷出切了后，再起剩面包啊。番薯会使呢，番薯毋免煮啊，你会当青食。蚵仔要青食就困难啦，你剥袂下来落啦吼。所以番薯直接就会当蚵咧青食，袂歹。所以你再用煮诶，伊煮诶拢是切一箍一箍，啊，甲迄个，比如讲甲麻芛啦吼。甲麻芛做伙煮，哦，还是讲甲绿豆仔做伙煮，啊，甲饭做伙煮，这个用煮诶。伊会当用煎诶，哦，用煎诶，就是番薯直接摕落去煎，安尼番薯煎，像我切诶咧拜拜，迄阵阮兜着用火油去煎诶，佮用浮诶，吼，这浮诶一般咱咧做死死我咧食，是用浮诶，用撒一般来讲，咱撒就是较大的，我来撒开始两解啊，所以这应该。整个一个，整个一个就好啊啦吼。啊，佮用蜜的，蜜的，你像你来阮咧新化，阮新化迄搭遐，伊就迄个用蜜的迄个番薯，像阮兜附近有一间餐厅，啊，你若去遐来食，啊，伊到尾伊拢会送你一个蜜番薯，就是啥物拔丝哦，啊，迄就是用蜜的，用蜜的。好，番薯汤嘛是用蜜的，吼，啊来，即马咱要来讲古早，要来讲较早诶物件啦吼。啊，阮较早咧讲台语故事诶时阵，伊就要讲台语故啦吼，拢安尼讲，古早，放屁互你食较饱。哦，迄当然，你做囡仔，你要听故事咯，来，哦，啊讲古，你听阮阿公袂讲古啦吼，阮阿姐来个啦，来，阿姐来讲古互你听，哦，啊，阮逐个就去。医疗业咧，啊，伊要讲诶时阵，伊就讲古早放屁互你食较饱。迄拢是热人较早连电风都无，也要热死。啊，即个时阵吼，就拢举医疗。阮兜做侪医疗，因为阮爸咧做医疗，医疗业咧。啊，阮五姐啊，伊叫阮五姐较会讲古，伊嘛较会保守囡仔。啊，剩诶就拢袂啦吼。啊，伊就讲古早放屁互你食，互你食较饱啦吼。啊，真歹势啦吼。啊，我着老岁仔人啊，所以我坐咧着哈气啊。倒咧困袂去，啊，去讲过去啦吼。我相信，咱线顶诶老师啦吼，咱线顶诶老师啊，咱诶好朋友啦吼，应该少年诶应该较少啦吼，所以加减，可能就是较少年诶，可能7年级生、8年级生啦吼。我就九年级生应该袂走来听这啦吼。所以我咧讲诶，凡是甲各位有一点啊。有交叉的时阵啦吼，大家嘛应该较知影我咧讲啥物安尼吼。好，即摆吼就咱即个农业的这知识的入口网内底，这图我画了足赞的啦吼。就这就是足，敢若即张图内底就会当讲足侪物件啦吼。这是古早的灶骹啦吼。哦，你看，搁有咱讲的医疗啦吼，搁有社麻啦吼，啊，这咧讲诶，这就是番薯啦吼，迄就是番薯吼。啊，这大灶啦吼，这大灶，啊，这拢迄个搁有咧做菜粿啦吼。好，啊，这毋是咱今仔要上课诶重点，我是甲即张图就是三字啦。这老师头仔讲诶，老师讲随袂记一字啦吼。我就是爱即个古早味啦吼，即个古早味。好，这叫做啥？这吼，番薯伊会当放，你若甲伊放咧，伊会烂去，啊，伊佫会腐个，啊，为着要保存，甲即个番薯保存了足久啦吼，较早嘛无冰箱啊，所以伊着爱甲伊串签了后摕去拍诶，伊着变这啊，这叫做番薯签。较早阮兜
的番薯签是有一间仓库，迄间仓库吼，伊的壁拢是全担仔架，拢全担仔架。啊，即嘛番薯收成好了，阮无甲伊第二布袋内底，阮是用车机爱甲伊芳入去，放伫仓库内底，直接就我倒伫仓库，倒瓦壁咧安尼，啊一堆那山咧，啊伊就有一个味啦吼，啊因为伊袂当迄落，伊倒入了伊袂当通风，所以伊入面拢安尼一个迄味安尼小可臭噗，啊即摆过来，迄落番薯串签了就开始拢食济啊，啊因为放伫仓库内底，所以阮拢家叫做仓库签啊，啊迄个滋味吼，小可一个味安尼臭香。啊，拢无啥物滋味，即叫做番薯签。所以咱番薯要保存上介久的方式，就是串做番薯签。哦，这是较早的人食番薯签啦。我番薯签食到几岁呢？食到我拄小五，我10岁的时阵，10岁11岁的时阵，阮兜分食就是迄个分食了，分食了。阮遮豆较少食番薯签，阮做伙食的时阵，阮叫做做伙食，就是还未分食以前。哦，食饭爱分做3出，爱饭卡足大卡，啊其实饭卡内底无啥物饭，拢是番薯签。哦，我食到拢会一尺酸，哦，是番薯签。啊，阮兜家叫做仓库签啊，仓库签啊。好，啊这伊掺米咧煮的饭，伊就叫做番签饭。我感觉即张图啦，因为我找无迄个，我找无用番签咧煮的饭啦吼。照你讲，你是用仓库签咧煮的番签，伊袂是即个色的，伊规个拢白的，甲咱迄个头遐小可皮啦吼，小可乌，爱甲饭煮做伙。啊，其实像即张图内底，伊的米佫放较济，因为番薯较轻，所以煮的时阵番薯签是伫顶悬的，所以你去添饭的时阵。是规骹你看着拢是番薯签，爱饭是轮口的人，就是即轮到倒一房的，伊会先添，伊就先煨，啊，甲迄下底米叫阿公阿妈食，啊，阮囡仔就食番薯签，哦，即叫番签饭啦吼，会头拄安尼。为什物我拢说番签饭呢？因为阮兜无讲番薯签饭，阮的字拢甲算咧，哦，比如讲串番签，咱就讲番签尔，哦，啊，即个迄落。迄个字就无去啊，所以阮讲番签饭、番签糜，就是番薯签饭、番薯签糜，是即个意思哦。啊，过来，这是我伫个一个人伊的迄个部落格内底啦，伊写的讲花枝番薯签饭，哦，啊，伊这是华语的啦吼，伊这半华语半台语啦吼，伊就讲回想伊较早食饭的这个情形啦吼，这个人叫应该是叫米达啦吼。伊讲哦，儿时清苦亦有甜啦吼，啊户户3000三餐啦吼，番薯签啦吼，啊年节喜神啦吼，掺米粒啦吼，啊吼闻着迄个香味，伊闻着香味是闻着迄个米的香味哦，你着紧摕碗啦吼，啊请先添啦，先去添饭啦吼，因为伊咧讲的就是较早阮的经验吼，就甲咱年仔节的时阵吼，伊会掺米啦，所以大多数拢是番签较济。米足少的安尼，哦，啊，所以吼，啊，因为我迄个文学程度较歹啦吼，啊，我的番签饭就安尼，想起细汉的时阵啦吼，啊，讲着食饭心头闷啦吼，其实我真仔无啥爱食饭，迄讲饭其实是毋是饭拢番薯签嘛吼，安尼，啊，即嘛吼，迄个番签咸鸡倒顶拄啦吼，伊讲这咸鸡安怎来？迄咸鸡是阮阿嬷家己做的，伊吼。伊拢叫阮拜六礼拜，啊，着去汤鱼啊，汤鱼啊，各位可能毋捌听过啦吼，就是去迄溪，较早溪做清气，啊，伊内底拢有迄鱼啊、虾啊、毛虾啦吼，啊，你即摆着摕一个迄，像咱咧讲钓砧，爱去小型的钓砧，吼，啊去赶鱼啊，啊，迄拢足细尾啊，足细只，啊，迄着是因为伊细尾细只，所以客断了哦，阮阿嬷洗互清气，啊，小可放互安尼，打送了。伊着掺盐，哦，放倒喺玻璃缸仔内底掺盐，啊，着甲封起来，
可2、3工了，就当摕起来食。迄咸笃笃，吼，因为咧烘的时阵，佫烘无好，较早佫热，所以2、3工了就会食一下。开起来个味吼，是一个什物味你敢知？你甲迄糜啊吼，前2、3个月拢莫甲换，逐日拢吃香糜啊，迄个味就是咸鸡味啦吼。伊就可以倒顶拄互你食，佫配番签嘛吼。你要食毋食煞呢？吼，所以肉菜迄个咸咧啦吼，巴肚吞安尼啦吼，巴肚甲即个咸鸡啦，甲番薯签做伙吞巴肚内底啦。因为我着算做较无法度接受即个食物啦，所以我较早营养拢无介好啦，毋才会生做遮细粒子安尼吼。后来较早诶人番薯食四小仔，就是用腐诶，好，嘿，迄个老师讲，迄个即句袂歹啦吼，即句袂歹，迄个因为我目睭无介好，还讲人缀番薯拍过狗，有无吼？咱缀番薯迄个毋落头啦吼。好，迄个应该是讲你种番薯诶，迄个玉居老师，你应该是讲迄个缀番薯诶功夫无介好啦吼。较早诶人是用这看就是这是用腐诶，这是即个腐番薯，就是讲你直接较少咱来讲着嘛，这是用腐诶。你看这番薯就较乌，较乌，伊敢若有直接甲火夫放做伙，这叫做腐番薯。这是较早阮做囡仔会当食诶四小仔着2种，一种就是腐番薯，就是我较无爱食腐番薯。另外一种呢是鼎屁，鼎屁就是迄个锅巴啦吼。鼎屁啥物时才有鼎屁呢？就是你咧刮切诶时阵，因为爱煮饭嘛，爱煮大坑诶饭，而且甚至用大鼎咧煮饭。安尼这煮起来了，伊诶鼎诶底才会留一寡鼎屁。所以较早诶四小仔大部分就是这2种，佫另外就是去捡豆仔，了，摕去甲油甲糖做伙煮，迄碰红豆仔就是黄豆，迄食佚佗啊，大部分就敢若这2种，较上接食诶当然就是番薯。好，即嘛迄个台语珍趣味啦吼，伊内底就讲着，阮兜是用灶空腐番薯。伊就讲伊是控药嘛算做腐番薯啦。毋过即摆人诶控药拢较讲究啊吼，外口拢抑佫包一层诶锡箔纸啦吼。较早是直接甲番薯翕落尔啦吼，安尼。伊内底就讲着讲吼，伊诶你控药诶时阵啦吼，甲迄药套互歹去啊，互伊药拢甲伊套拍伫迄个甲迄你内底较早阮咧控药内底敢若番薯尔啦，上加。就是佫放番麦安尼尔，上加这2种尔，就插一粒鱼仔，鱼仔若捻去，番薯就坚啊，鱼仔若着火，番薯就变粿啊，这就是咧讲你诶迄个鱼仔若着火，就是表示你诶迄个温度伤悬嘛，番薯伊就变粿啊吼，所以这就是较早阮咧讲诶迄个咧控药，较早拢控番薯尔，这较早阮诶番薯是用腐诶。腐是伫对腐，是灶空咧腐诶，吼。较早诶人，这可能逐个无迄个经验，因为阮兜有饲猪啦吼。较早诶人拢会饲精生做副业啦吼。猪要食啥？猪伊当然就是食喷啊。喷较早诶人就足捡食诶啊，所以足少迄食物件了，佫有喷诶啦，所以爱家己去准备。伊就是甲番薯叶，佫番薯茎，摕落大鼎杀。杀了来饲猪，这就是咱咧讲诶，迄个阮兜佫叫做杀粒，这杀粒就是甲即个番薯叶啦，佫有番薯叶甲茎仔，细细，你叫做番薯茎啦，咱讲你这人做厚茎诶呢，就是我番薯厚茎，番薯厚茎就是表示你这番薯袂大条啦吼，细细条番薯仔囝，下落去大鼎杀好了，甲伊割，割去喷桶内底。赶去饲猪，阮兜饲诶当然无，拢是一条尔啦吼。我讲一条是2条诶条哦，差不多10外只10桶只安尼啦，差不多安尼。老师讲迄个味甲若想着叫你着会卖呢。你去杀迄粒吼，你袂想要食啦吼。毋过迄个粒袂讲足，迄个味袂讲足歹，袂讲足歹闻咧。迄是讲你若放较臭酸去，
你话撒一点就大点嘛吼，啊，你可能到第二像即个天气遐连热，伊可能小可噪声，哎，猪仔噪声也无要紧啦，啊，若无当撒起，迄小可有一个芳气咧吼，这可能大家毋捌听过，阮第一叫做撒粒，撒粒就是甲番薯啦吼，伊撒甲强要无汤去啊，撒甲强要无汤去啊，伊咧汤迄猪仔伊去食袂饱，吼，这叫做撒粒，哇，较早饲猪就是副业啦吼，饲猪副业。啊，伊会当趁一寡较注意的啦吼，比如讲，伊迄猪仔细食是爱腌，所以就有迄猪腩粉，吼，猪腩粉人好食。啊，佫有若猪仔毋拄好啦吼，啊，迄猪仔烧焦叫翘去，哦，啊，食迄死猪仔肉，哦，迄是拢阮细汉的时阵难得回忆啦吼。啊，所以厝内拢饲猪仔，毋过汉底有猪肉人好食，因为猪仔是去咧卖吼。啊，迄有机会，咱才来讲即个猪的代志啦吼。好。这叫做撒粒，这嘛可能汉个人佫听过啊，叫做撒粒。啊，到尾啊，这阮无写着，到尾啊，经济较好啊，开始有啥物呢？沙拉油，较早阮兜的油干了两种尔，土豆油佮猪油。啊，即马对统一集团因开始做沙拉油以后，迄沙拉油伊有豆饼，就是黄豆做了迄个豆壳。哦，开始迄猪仔食豆壳啊啦吼，哦，迄咧蹦蹦大，咧大加偌紧诶，豆壳啊开始有欧罗肥，哦，即款诶饲料出来了吼，我都是吃欧罗肥长大的，好吧？哦，就迄种，啊，这就是迄个，阮较早饲猪啦，饲猪拢是个体户啦吼，差不多每一个厝诶人拢有咧饲猪啦吼，好，啊爱撒粒，哦，上早诶时阵，啊，好，啊较早诶人，较拄啊老孙咧磨粉茎，这就是粉茎啦吼，啊伫阮住诶所在。阮中央都有一间粉茎，满搭嘛几6间。啊，迄粉茎吼，伊就是甲迄番薯再去粉茎内底，啊去做番薯粉。所以前一阵仔咱有发现做一个食安问题有无？哦，因为用淀粉咧，我发现是咱台南为啥物？真简单啊，因为台南较早拢做者种番薯诶，爱要做番薯粉，要做番薯粉当然就是。有番薯的所在，你看要运足远啊！啊，阮台南就做者种番薯的，所以迄个阮遐就有一间粉茎。啊，这个粉茎哦，若咧犁番薯的时阵哦，你着咧不时着闻着伊就是一个发芽，迄个臭臭的味就对啦。啊，规个空气拢是臭臭的味。迄若即嘛哦，种豆就豆死啊啦吼。啊，不过你较早阮细汉，阮着甲人啉啦尔，啊佫水沟仔水，伊拢甲迄。做诶过程当中诶废水拢排去水沟仔内底，臭就是对迄水沟仔水臭出来。啊，毋过伊就是臭一2个月尔，等当伊拢做了啊，你就较袂闻着迄个味啊。吼，啊，拢会当看着因咧拍迄个，因咧拍番薯粉啦吼，用干蚵仔咧拍番薯粉。啊，阮较早台南县市还袂合并进前，就我应啊，我是台南县诶人嘛吼。啊，迄阵台南县诶文化局。伊吼，就是甲阮台南诶特色吼，啊写做足侪本册啦吼，啊其中有一本就是南营，就是较早台南县啦吼，粉茎志，所以真侪人可能毋知较我讲粉茎是啥物物件，伊就是咧做淀粉，咧做番薯粉，啊佫有除了番薯粉啊，佫咧做树珠咯，木薯啦，做树珠粉啦吼。好，这较少我咱会讲着，吼，较早诶人吼，番薯着摕去粉茎做番薯粉啦吼。番薯粉一般来讲是咧牵粉的、牵羹用的啦吼，咧番薯粉。好，60冬后，番薯翻新了，番薯就翻新了。即摆番薯较早就是讲番薯就是善车的上阵啦吼，就是讲较早善车人才食番薯啦，好野人才食米安尼。毋过60冬后无共哦，60冬后咱番薯安怎食？哦，即摆人，哦，这个。全家烘番薯啦吼，烧啊食，吼烘番薯安尼，好，第用烘诶，吼啊，所以伊就写即字烘啦吼。一般来讲，因会写大力去烘，吼，烘番薯就写即字嘛吼。伊即摆就改写即字烘。啊，即个是因为咱台语即个正讲读做烘嘛吼，啊安尼写就是借助。是照即个华语诶，即个华语读做烘，啊，伊就爱用即个照伊诶音来读安尼，啊，不过即个是咱台，你啊学台语诶囡仔看着这伊会读做野番薯，
我牙牙，伊若学台语的囡仔，伊会读做牙汉字，因为即个伫咱台语来读做牙，对啊。啊，迄个咱老师讲的乌圆啊吼，乌圆是乌仔做的啊，乌仔做，这较即摆来讲着。过来哦，即摆人哦，番薯当做足好食的细细仔来食。啊，香番薯甲浮番薯有啥物款就无共款啦吼。咱讲香啦吼，香就是用火炭的火，啊，甲烧开，甲番薯下互熟，啊，所以规个番薯伊会粒粒，啊，毋过吼，伊是甲水火烘无去，烘甲熟尔，所以伊的皮吼袂安尼乌乌，伊的皮像咱的面皮粒粒安尼尔。啊，你连迄皮拢会当直接食，这是香番薯啊。啊，若浮番薯伊的皮就袂当食。浮番薯就是讲，甲番薯直接吸入去灶空的火釜内底。比如讲，你咧煮饭，啊，即嘛你咧啊是咧煮汤，啊是咧煎鱼啊，你经上尾项菜煮了啊，啊，这时你的灶内底的茶还阁烧烧咧，还阁小可烧烧，啊，这个时阵你着甲番薯，这个是已经无火啊。你看着拢存咧火釜安尼尔啦，啊，这时阵着甲番薯吸入去，吸入去内底，啊，利用迄火釜的温度吼，去甲番薯握熟，啊，所以伊番薯皮哦，直接捂火釜，所以塌出来，我叫做塌番薯，塌番薯就抓火锤，抓火锤啊是火硬，啊去内底吹，啊，因为伊迄火釜规个拢砍掉的啊，所以你要用拄的，你要用拄的，拄咧。若拄会过，就是表示你真正就是不熟啊，安尼，啊，才甲抽出来，这是较早。啊，阮即个动作叫做塌番薯，塌番薯就是用背像恁咧控油的时阵，你甲迄涂丸仔背过安尼，啊，甲番薯塌出来，啊，皮拢乌乌，所以一般来讲啦，迄浮番薯的番薯皮是袂正一个，伊都变卤去啊，伊拢卤去啊，啊，伊内底吼，其实我无爱食番薯啦，毋过。你若要叫我食，就是甲咱浮番薯，我要食啦吼。伊有一种特别安尼炒伙搭的芳气，啊，伊佫足甜诶，就准佮阮兜诶迄个袂甜诶番薯，你甲摕去浮诶，嘛是袂歹食，安尼好。啊若你若讲番薯用三几条诶啦吼，我拢无啥爱食。当然，即嘛改变啊啦吼，即嘛番薯拢做甲足幼稚诶啦，我着加减食。啊若无。像较早你叫我食番薯哦，但亲像我有一个同学，伊住伫岐山，因兜咧种香蕉。你若摕香蕉互伊食吼，伊会摕香蕉互我食啦吼，因为伊知我爱食香蕉。但是你若讲你莫请我食香蕉，我看着香蕉我就胃啊，迄就是食到胃啊吼，迄个食到胃啊安尼。好，这是浮番薯吼。好，啊来，即摆人佫甲番薯烘番薯佫摕去冰，冰直接摕起食，这叫做冰的烘番薯啦吼。啊，因为阮遮有迄个去新华，你若伫阮台南，你只要买番薯的物件，你就走去新华买就对啦吼。新华遐伊有专门咧做番薯的，我嘛请去遐交关啦吼，有足侪番薯的产品，番薯糖啦吼，啊，迄个烘的番薯啦，啊，佫有蜜的番薯啦，佫有番薯签啦。毋过伊番薯签就毋是像较早阮细汉的番薯签啊，伊是咸酥的，所以袂歹食啦吼。有闲来台南，我招待啦吼。你若讲你要食番薯，我就走去来新华咧吼。好，这是冰的烘番薯。啊，过来，较早吼，青州小菜，其实伊嘛无俗咧吼。即摆人啊，食宵夜啦吼，啊，拢有青州小菜。啊，伊的青州就是番薯糜，伊当然是用青的番薯落去煮的，这个番薯拢是浸过，拢是足甜啊吼。足甜诶，什物台农17号，是用迄落咧煮诶啦吼，啊配一寡小菜安尼吼，这真啊赞诶，这好野人咧食诶吼，你莫看安尼哦，安尼凡是爱200-300箍哦，即摆人番薯糜啊，这个叫青州小菜青州小菜，即摆人直接当做宵夜咧食，咧食卡，已经毋是咧食饱，啊，佫有即摆佫甲伊加工起来煮，这吼所谓夜市啊。连阮中营迄个小所在，剩无几搭，都抑佫有固定一搭咧煮这番薯铺。番薯铺就是地瓜球，地瓜球。
好，啊这哦，这我拄则买去买来食啦吼，其实毋是我买的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伊拢会买请我啦吼，嘿，啊伊叫做番薯泡，啊华语伊叫做地瓜球，为什么球呢？伊叫地瓜球呢？咱知影咱咧除了铅球以外啦吼，铅球是在北的啦吼，一般咱的迄个篮球啦、排球啦吼，啊手球啦、骹球啊，这个球中拢是空的，哦，内底是空气的，所以伊家叫做地瓜球是有道理的。啊，咱要家翻做台语哦，你袂使家讲哎呀，一粒做丸啊呢，你家叫番薯丸，其实袂使，因为番薯丸各有另外番薯丸，咱即摆来看。哦，这个叫做番薯丸，因为姊也有咧做啊吼。番薯丸就是甲番薯撒了，啊甲伊迄个甲伊要用腌的啦吼，甲伊腌做像芋泥安尼，爱即番薯泥啦吼。咱咧讲的迄个，就咱咧做鸭迄种的，啊，这摕落煮，所以伊是在北的，所以番薯丸是在北的，即阮姊也有咧做，阮兜较早阮母也嘛有咧做番薯丸，所以伊是甲番薯安尼甲伊用做迄个番薯泥啦吼，啊，才甲伊摕做丸啊，摕落煮，安尼煮起来叫番薯丸，啊，所以差伫倒咧。番薯碰甲番薯丸有啥物款都无共呢？番薯碰中是空的，番薯丸中是在北的，伊是有鸭，伊就是番薯鸭嘛吼，伊就是番薯鸭安尼。好，这就是咱咧讲的。所以地瓜球，当然即个词啦吼，是华语词。啊，咱若要甲伊翻做台语，爱台语内底啦吼，经过逐个竞争，逐个去竞选啦吼，咁啊番薯碰碰起来。伊开始是安尼，伊放个油内底安尼一直拉，啊，伊本来伊的大小就亲像迄个啥物啊，迄个口香糖，啊，在迄个四方形的口香糖，啊，伊直甲伊拉到尾就圆啊，啊，不过中是空的安尼啊，做番薯泡甲番薯丸，中是在北的，啊，这是啊，好，这就是番薯，哦，啊，即摆人佫有食这珍珠粉圆，本来啦吼。本来粉圆啊，真正是番薯粉来做，所以因咧做淀粉的，因咧就说各有人就去买番薯粉，啊，佮倒来加工，啊，加工做了，伊就是粉圆啊。所以粉圆啊，伊的原料是番薯。毋过咱即嘛食的粉，因为番薯总是安尼，伊做起来较无法度像咱即咧食用迄个树竹就是木薯啦吼。用树竹咧做，伊较 Q， 啊又短安尼，啊番薯粉做的粉圆啊较袂，所以即嘛咱食着粉圆啊，应该真少是用番薯粉咧做，90%以上拢是用树竹粉咧做，都是用树竹咧做，对，无毋对啦。你树竹收的了，嘛是送去粉机，爱做出来就是树竹粉啦，啊番薯做的就是番薯粉啦。伊其实大部分粉茎伊所收的拢是，以阮遐你知影啦吼，以阮下来讲，阮遐粉茎收的拢是有人咧种树竹，较少啦，啊种番薯的较济啦。所以较早上早的粉圆啊，吼，伊是用番薯咧做的，即嘛粉圆啊，拢是用树竹咧做较济啊，吼。好，这就是互大家了解一下。再来，较早啦吼，较早阮兜吼。无咧煮番薯叶咧，你敢知影啥物原因？因为阮兜的番薯叶吼，是咧洗番薯的。啊，你若要摕来食吼，你烧过头刮，就过头刮。你若讲你想要食番薯叶，你爱另外搁去摘。啊，毋过阮兜着做死人，阮兜哪会搁去摘番薯叶？阮兜其实就迄个家己就有迄菜内底，阮就会摘一寡家己煮、家己摘的硬菜啦。应菜上济啦，白菜啦，迄个叶迄种足紧的，冬莴仔啦，所以其实阮兜较早无咧食番薯叶，啊，即嘛有哦，即嘛番薯叶落去买，即嘛有一种番薯吼，伊是专门生来咧做番薯叶，咧卖番薯叶，伊迄种较袂迄落啦，较毋是咧洗番薯的，较早以阮家己咧种番薯的经验啦吼，迄番薯的叶
袂使伤过头大叶，迄田袂使伤旱，咱叫做旱田啦。因为旱田伊诶养分拢去互叶啊、甲田食去啦。伊番薯都还袂大条咧，伊番薯都还袂大条吼。好，所以较早阮兜袂咧食番薯叶诶。好，啊，咱即下就来讲啊，台湾诶上顶，台湾诶上顶就是番薯。你看，安尼有成无？这手边是咱台湾诶地图，这手边是一条番薯，人讲你是一条番薯，安尼有成无？这条番薯真正是有够成台湾诶。所以这就是为虾米咱家己会家己叫做咱是台湾囡仔，咱是番薯囡仔。台湾囡仔就是番薯囡仔，伊有两种意思嘛。第一种就是，咱住伫台湾即块土地，台湾的外形就成一条番薯嘛。第二，咱台湾囡仔生命力真强嘛，就甲番薯共款嘛。番薯囡仔，伊咱台湾伫全世界的表现，拢是一粒一粒的，足够大的，足赞的。好，土地虽然小小啦，其实人嘛无算少呢。咱伫世界人口排名内底，咱嘛是算排名较头前的咧。好，只是逐项拢要甲中国迄偌地土地去比，伊当然你就感觉家己较小、较渺小安尼啊。其实土地免，就是咱讲番薯好食，免大条嘛。咱台湾的国力其实是足强的啦，嘛足进步的安尼。好，即摆就要问大家啊，番薯是安怎来？既然叫做番，表示伊就毋是台湾本产的嘛。你即摆来看番薯到底是安怎来啊？即摆这就小可爱较无遐注意啊。较早有一条歌叫橄榄树嘛，橄榄树嘛是外来种啊。伊讲，他问我为倒位来，我的故乡伫远的所在。橄榄树条歌，你甲改做台语嘛？原来番薯伊的故乡是伫遥远的美洲哦，是足远足远的美洲哦。一般来讲，美洲拢是南美洲哦。你看卖，这个人是啥人啊？大家敢约会出来？伊是外国人啦伊是外国人。这个人真有名哦。敢有老师要写看卖，这个人是啥？好。小玉确实是真厉害啦阿玉啊，会知伊是哥伦布，哥伦布毋是一块布啊，伊就是迄个发现新大陆的人啊好我乃是轰动武林、家动万教的冒险家啦哥伦布是啊，对哥伦布，应该上一个奖品的伫西元1492年啦。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492发了新大陆。就是迄个时阵，当然，伊就去看着即个物件，伊讲，即个物件真赞啊！所以即个西班牙的甲葡萄牙，即全世界上大起的两起喙齿啦伊的探险家甲贸易商啦伊就甲番薯为南美洲传去甲纽西兰的北部，甲卢松岛甲菲律宾啦即个所在。所以因是先对迄个南美洲，伊传去甲伊离咱台湾较近的，当然就是吕宋。所以你有发现无？咱台湾嘛有真侪物件伊是甲吕宋有关系啦比如讲咱讲的迄个萨米亚吕宋岛迄萨米亚迄下米的迄就是迄甲吕宋就是菲律宾迄是有关系，包括咱的柑仔蜜嘛是甲吕宋岛有关系啦好，到西元1573年到1619年就是明朝的万历年间啦才为吕宋岛引入要到福建的泉州这番薯可能真侪老师捌食过番薯，你捌看过番薯的花？你有发现番薯的花甲古翠花足共款的，甲牵牛花其实足共款的，佫有啥物空心菜、硬菜，拢足共款的，拢足共款的。其实伊敢若拢属于共科的咧。伊敢若拢属于牵牛花科的，所以伊的花拢足共款的咧好，咱就讲伊就是哥伦布伊发现新大陆了伊甲有啦贸易商伊这葡萄牙甲西班牙，伊的贸易商伊就甲番薯，伊就甲伊迄个引进去纽西兰，佮引进去吕宋岛安尼。吕宋岛，你知影？即个吕宋这所在甲台湾，因为做生意的关系，来去
足嗑的，所以当然伊就是甲限制了，因即摆引起泉州啊，尾啊有人讲伊是安那引进来啊吼，咱安尼看卖，哦，所以有人讲是明朝万历年间就来啊，啊有人讲是地心讲炸来，啊有人讲是为文来，也是为鲁宋所炸来，啊毋管伊是对来啦啊，伊就表示甲咱台湾文化共款，拢足多元的啦对啊吼，因为这迄阵无做记录啊，所以伊到底安怎来，反正嘛真抑阁无解清楚啦吼。啊毋过哦，伫即搭遮，咱爱讲一个人，即个人就是闽朝人，啊伊是晋江的人，即个人叫写晋书啦吼，伊叫做何桥婉，啊伊写一篇文章，内底学了汉字啦吼，即叫做汉字术，啊就甲汉字学了甲会读字啦吼，学了甲会读字，咱来看伊是安怎写。我有看到，我伫网络顶悬有看到迄个今年去考试的考生吼，啊因有提供一寡考试的内容，内底敢若就有一条，伊就是写着汉字的啦吼，我特别去甲即篇文章摕出来，就是即个番薯颂，老师会当读看卖啦吼，看你的。伊这竟然是名人写的，当然咱是用文音来读较好啦吼。伊讲伊是安怎学了汉字的呢？伊讲不思天地，不及人工，所以伊第一个好处就是伊能守困食夜，就是伊会当守困，第二伊不争非辱，即文的音啦吼，表示安怎伊会当收容我减一下，就是讲伊会当收容小量，安尼好，伊无尽而生啊，久不孤危啊，所以伊能守气呀，过来伊会当做五谷，辅佐五谷啦，就是讲五谷若无够啦，所以伊会当助人食呀，好，过来可以混，就是我咧讲的，伊会当做番薯粉嘛可以酒伊会当结番薯酒嘛伊会当起来祭拜，伊嘛会当起来款待人客。你讲你摕番薯请人较早番薯是有哪是属于迄落呢高贵的物件食物的所以伊会当起来做礼做礼物来去互相相送安尼爱讲伊的经伊的业拢袂使拢有路用，拢要甲伊探讨到啦伊直直佫轻轻伊你要煮鸡拢会使，所以欠的人欠的人伊就会当食三顿安尼好。即摆佫有老的来食即个毛鸡迄个老伙仔啦来食，伊毋免惊见着呢，所以伊会当起来养老好。囡仔来食咧。囡仔就枵着妈妈好嘛所以囡仔食了伊就袂好所以会当煮伊佫过来，迄个修道人佫去食的人伊会拢会当起来食安尼，所以伊会平等就是讲，你若修道的人来分的人，你会当分伊番薯，你心肝头袂感觉无惨就表示逐个人拢会使食一这是平等佫过来念那鸡佫狗鸡犬迄落嘛拢会当食一所以表示伊会当集物伊会当集物，就是讲伊所有物件要食你就可以食伊无分大细拢会使所以伊佫讲啦迄个士啦君主啦即些物件对迄个读册人来讲啦善车读册人也是对君主来讲啦伊会当代替伊做善车所以就是讲我毋免摕这，因为我善车我著去乌西我要去买米遐贵我要食番薯就好所以因为番薯会当互我食好饱所以我就会当好做代志安尼这就是咧讲佫有伊就是伊会当私下
所有诶人，你较袂感觉毋甘，所以伊当做机会，所以会使讲汉字所有诶有好诶德行伊拢有啊。啊，我当然有甲伊诶白话文写伫遮啦吼，写啊，伊时间诶关系，咱就毋免搁念啊吼，我就毋免搁念啊，吼，啊，这就是汉字，吼，伊诶好处安尼，吼，所以这真正甲汉字学了甲会达志哦，伊拢总有12个好处安尼吼，有一个好处，好，这就是咱咧讲诶，即种诶汉字。啊，咱上课过程当中啦吼，咱无下课哦。这是线顶诶，所以你若要去便所啦，你要啉水啦吼，啊，咱就家己去啊吼，免报告啦吼，你免举手报告安尼。好，你看明代李时珍啦吼，伊诶本册公目内底伊就有讲着啦，伊讲海中人哦，拢就长伙时，伊这海中人就是海南岛啊，哦，啊像咱台湾即款诶啦吼，啊伊讲哦，伊嘛趁咧食五穀咧，你像咱原住民也无咧食五穀咧，伊拢食番薯诶，哦。所以伊诶味安尼甘甘，啊，佫也无冻咧，吼，啊吼，你若身体虚啦吼，啊无气力啦吼，啊饭食袂落啦吼，啊佫有啦，你若是大身啦吼，吼，迄食拢有效着啊吼，啊伊诶功用就敢若伊这属玉啦，属玉就是淮山啦，淮山就是山药啦，所以番薯确实是真好真好诶物件，哦，为迄个李时珍伊诶即本册。本册公布内底，咱就当看会出来。所以咱今仔课上了，大家就会当去买番薯当来食。好，番薯是安怎来台湾讲过啊？即嘛咱就要来讲番薯学台语啊！咱会当学着啥物台语呢？第一，这是较早阮的经验啦吼。因为番薯吼，番薯甲土豆这种共款，伊拢是伫迄土内底，伊是土骹，伊是。比较大粒的，所以你爱刮零，刮零就是你爱做一个，互捧起来，差不多番薯爱刮零爱刮较深，所以你犁菜时爱犁较深的，伊差不多一尺哦，30-40公分遐尔悬，爱刮番薯零，伊的目的就是，迄花开了，伊要踮落下底，伊要生，啊你若迄土地佫酷，伊当然就袂大条，所以你爱刮零安尼，刮番薯零，这第一个。来叫拔番薯粒，第二缀番薯，为什么叫缀番薯？你敢知？因为较早的番薯吼，阮拢安尼讲嘛，炒甘蔗、咸土豆、爆黄啊，还是爆切啊，迄个缀番薯，这就是表示你要去迄个种即个物件，伊的动作，像甘蔗就是甘蔗笃笃的蔗种嘛，阮叫做蔗种。爱甲伊炒落，欢喜甲伊，即我处甲伊炒落。啊，缀番薯是较早，阮拢有留番薯种，番薯种就是差不多一条遮长安尼，啊，伊即嘛先连拔好了，有人会先放迄个番薯种，啊，即嘛后壁人遐一块用迄个土丸甲缀咧，啊，伊就会生啊，所以阮拢叫做缀番薯。过来，啊，就要收成啊咧。爱犁番薯，即嘛番薯犁起了，你迄要甲番薯，甲伊诶番薯伊诶根，甲分开爱捻番薯，哦，即个较艰苦，捻番薯捻到规个手拢番薯泥，手佫会酸，迄个捻番薯。好，即嘛咱咧犁番薯诶时阵，是咱咧收成诶时阵，有一寡番薯会犁无着，佫有一寡番薯会跋伫咧林内底，所以阮做囡仔。拢去捡番薯，挖一间啊，爱夹骨头遐骨安尼，这捡着你诶，就是讲番薯犁了，收成了啊，伊番薯园囥伫迄搭啊，你去伊番薯园内底去捡番薯，主人家是袂甲你赶，袂甲你赶安尼，所以有人换真够捡番薯呢，伊诶目色中内拢知影地一定有番薯，迄个收成无着诶，我感觉这嘛是一种捡色，所以这个捡番薯除了。迄个真正诶动作去甲番薯捡着了，我就感觉捡色嘛是真好。过来，即卖番薯要安怎保存？来甲伊串签，串番薯签。签串好啊，来拔番薯签。拔番薯签，
我遮无方便，互大家看，啊，即我有图互大家看，哦，即我嘛会晓呢，甲车机放伫遮，哦，啊用手安尼，甲挺起来，啊，甲迄落番薯签挂伫咧中央诶时阵，空中诶时阵用正手甲背落走，哦，互边筋铺伫咧涂骹，这叫做拨番薯签。啊，佫若伫涂骹当来拍番薯签嘛，啊，日头若较炎，拍两三日就打。啊，你要拔，你拔了后，你爱去冰。啊，若无，迄个画已经日头拍个已经，即边已经打，毋过你涂骹这还袂打，所以你家冰，跟冰切啊共款。所以咱爱拍番，冰番薯签，歹势，即个写你改无对，我改一下。冰，写无对。好，啊，到尾啊，当然收番薯签，头拄我讲着，收去仓库内底，啊，有诶是用布袋，伊要卖诶人，你若要卖互别人诶是，迄个爱装布袋。啊，阮兜毋捌咧卖番薯签诶，阮番薯签拢留咧家己食，所以阮兜是拢直接收去仓库内底。哦，这就是拔番薯粒，啊，拔做安尼一粒一粒。我即马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即马做成迄专家有智慧内底迄个 Kevin 共款，哦，拢会问大家问题。拔番薯林是爱拔南北向的，还是拔东西向的较好？各位老师会当想看卖无？啊，就是讲像拄咱即条道嘛吼，你是要拔安尼，比如讲这是东边，这是西边，安尼叫做拔东西向的。啊，即边就是迄个南边，即边北边嘛吼。啊，你若拔安尼，拔安尼就是拔南北的啊，拔安尼就是拔南北向的。啊，拔安尼就是拔东西向的。哦，南北，这个玉居老师是内行的哦。啊，为什么？无毋对，爱拔南北向的。南北是用对咧。大家拢遐厉害啊！共款甲阮共款是做事人哦。啊，毋过咱一定爱问一个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哦，晒日。哦，这是有诶老师感觉是晒日。基本上啦吼，阮风向哦，即个较内行吼，即个文刷来哦，文刷是对诶，因为咱无讲大冬收起来了后，地寒字对毋对？啊，迄阵就开始风就真大，伊会透北风。啊，你诶迄个林若是东西向诶，啊，即马你甲种诶了，伊风吹过来，你规番薯叶伊会跋咧沟内底。哦，就是伊会吹一个跋咧沟内底，安尼就毋好啊！哦，所以着东北风，哦，所以你遮袂使黑白讲，果然高手在民间，无毋对哦，是因为东北风诶关系，所以咱咧跋林诶时阵，拢是跋南北向诶，包括像我旧年我咧田是种瓜啊，哦，啊种瓜伊咧跋林，虽然有用崩空啦吼，啊嘛是拢爱跋南北向。哦，就毋好跋东西向的安尼。好，哦，所以容易。安尼你做够业赞，哦，厉害啦吼。啊，你即嘛知影原因啦吼，知影原因是因为风的关系吼。因为咱台湾透北风，寒人透北风嘛吼。啊，这就是咧缀番薯，有无？这就是甲番薯栽，咱这叫番薯栽啦吼。甲番薯栽先放咧，啊，甲伊用土丸啊甲缀落，所以这叫缀番薯吼。这较早阮就是安尼缀。啊，你看伊拔的拢是拔东西，啊，较袂风吹会了，伊就啊规个顶才过。你若吹，你因为咱这南北向的嘛，啊，所以风吹来，北风吹来是安尼吹来，啊，伊个叶啊就较袂拔咧迄落。啊，你若拔东西向的，哦，啊，透北风了后，啊，伊就拔咧即个沟仔内底啊，安尼哦，即个林拔了袂歹啦，哦，即个林拔了悬哦。啊，你看伊甲金龟无共款，金龟是较平，金龟林较平。较无遐悬吼，因为金龟是生日挺悬的啊，哦，啊是栽林两边，哦，就是讲这林，遮栽一丛金龟，啊，遮嘛栽一丛金龟，但是迄个土豆，其实土豆这拔林了，土豆较免拔啊悬啦，土豆其实是先掂伊食的，爱开始补个，伊开始大丛了，这豆豆啊甲迄土，迄个甲迄土吼，不如迄个
迄个土豆内底安尼，所以咱这叫做地旱子，这开花啊，伊开的花就是迄个牵牛花你看这真好啦，这叶三角的对，爱叫像掌心叶安尼，像较早阮兜栽的，阮叫伊这三角，阮叫气叶啊，气角的叶啊伊旱子较细条，迄个伊黄皮，大部分这是黄皮啦像像即种旱子叶就会食者，较早阮老迄个就是拢会伤寡，这大丛嘛就这灵就有较红小块，就是讲安尼旱子叶仔伤红，阮台语叫做红，就咱烘米安尼啦即嘛要开始犁旱子这咧清脏水你嘛足歹，其实伊看迄天气安尼脏水先清咧安尼地瓜咧我即只牛老牛啦即只是赤牛嘛这就是旱子这就是气叶所以你看伊黄皮啦伊黄皮即款的品种，阮兜较无咧栽啦因为阮兜拢9分钟无家己做我若看人栽这我拢较新鲜啦因为即个旱子算做较好食所以犁旱子，即个犁是名词嘛是动词，阮爸就是咧张犁阮爸伊就是咧做这张犁所以看到这拢感觉足亲切的安尼好所以咧犁田的时阵足趣味咧犁田的时阵才去犁着山河大家石头甲先放了，伊会做。迄山河就是茄树啦，茄树上好食的茄是甘蔗甘蔗，阮兜嘛有插甘蔗啦。甘蔗园的茄树上好食，迄小块圆圆安尼伊拢食甘蔗嘛第二好食的就是这番薯园的，伊即嘛伊有若时犁了以后走出来，走出来了后即嘛画着迄个啥物用鸡肋啦无威士菌啦，就你用会着物件，都摕起包安尼啦就是甲伊食了饲安尼伊有若只犁规收的，所以有若只走2-3只出来，逐个就去合去食迄个山河啦，有够新鲜的就对伊这个真好食，有人毋敢食毋过我最近了饲肉我就真爱食，因为阮兜阁有饲天竺鼠，阮兜有迄个带门的啦天竺鼠若大只伊门落到尾了这时阵伊就已经无法度搁带门较早就散食，其实阮母也足无爱啦伊逐摆也刣迄天竺鼠，刣了伊拢会腹肚痛，伊拢走去吐就是为着囡仔这上个嘛是母爱的伟大，这伊家己讲的啦母爱的伟大的像安尼我嘛感觉足毋甘因为饲真早出世，一直到大只，我拢陪伴伊嘛所以要甲刣的时阵，看迄目睭安尼，阮足可怜的安尼啦，阮看袂落啦毋过当伊迄个变麻油了食到簌簌叫你去卖去一好这就是三杯山河啦这就是迄个天鼠就生做安尼，伊甲咱兜的鸟鼠无啥共款爱加足大只，会晓大只，大只安尼这因为伊有其实伊小可有一个线。所以一般来讲，若有一个咸的物件，咱拢会用三杯来煮啦安尼感觉气味较压落安尼啦所以你看，有真侪老师拢甲我共款啦要来讲食做要中昼愈讲腹肚愈枵啦好这机械即嘛机械菜即嘛拢用机械菜，叫做新工的啦即嘛栽番薯的人嘛较少番薯收倒来厝了这叫做菜串这大鸡的菜串这是人工的，爱用人安尼腌，尾仔个用电动的我有一个阮姊就是咧带番薯的时阵，伊番薯啦，说伊食较慢嘛，所以了拢会用番薯起来吐较紧的安尼较紧甲带好了你用番薯咧吐的时阵，吐无说伊手怎走去咧，阮姊要加一个手转去，好这是较简单，这是咱厝里是用这个菜串咧串，这是个大串，这大菜串。咱咧带番薯签一定爱用即个啦用这袂付钱啦，要带到美国几年迄一堆敢若山呢，你若收5分番薯足济呢，一堆敢若山呢爱有牛车过来牛车安尼，佫过来就是这就是咧拌番薯签，伊即个
正手边这个较标准哦，这个较标，这是咧半支枪哦，这是小可安尼拍的安尼倒啦，这叫车机啦吼，还是棍机安尼。当然较早拢拍伫涂骹，涂骹咧拍，涂骹咧拍的番薯哦，有迄日头会芳开啦吼。好，这就是较细煮的，较细煮的就放面头前哦，下底可能铺雨衣哦，透明雨衣安尼哦，这个拍番薯签。会记咧变哦，若无吼，伊拍袂平紧啦吼，这甲收成啦吼，这个收成，这种较少的收成，会用布袋，从阮兜就放伫仓库内底，搁过来就是你会当甲伊送去粉间，迄有送粉间其实是先讲好，有点仔像试做安尼啦，伊会甲你讲你即句番薯哦，你交互阮安尼，你交去粉间，送粉间，这应该是。较少人有即款的记忆啦吼，有这个记忆。你看，所以伊遮都做些干蚵仔，迄干蚵仔就是伊加的了后，伊坐清了后，就剩番薯，伊爱去放伫干蚵仔内底去拍啦，爱摕去拍安尼，拍好了，才变安尼，一块甲叠起来。好，这是分羹。即话要问，天数啊，对啊，山河一般来讲。像迄个玉水老师讲的，山河一般拢是民间写安尼嘛吼。好，即条是迄考试的题目哦。即阮台南文史，你若要考阮台南市的教甄，我爱考台南文史啦吼，毋是比赛哦，是讲台南文史啦吼。即内底其中的一条啦，伊就讲传统的粉羹是制作对一种产品的工厂啦吼。这加一字啦吼，是对一种呢？咱来看卖，才有4个答案互大家选啦吼，大家选看卖。A. 发粉 ，B. 番薯粉，C. 米粉，D. 米粉，安尼好，大家拢选对啊。这个番薯会安尼写，是因为较早的册拢安尼写，所以大家拢100分，恭喜大家拢考条台南的教师真试啊！这条无问题啊。好，讲一步，敢若一个番薯。就讲久，你就知番薯对咱台湾有偌尔要紧啦吼。即马第二趴要来讲即个物件，可能真侪老师都毋捌食过啊。这真正。毋过伫阮兜吼，阮兜冰箱真抑个10包诶。这物件第济。请问这咱台语安怎讲？破纸。破纸。破报纸。破报纸。手纸。手纸，这甲我共讲诶。手指就是甲我共讲诶，阮下人就讲手指，这做侪物件做趣味诶，就龙葵，阮兜讲5点几，结果我来台南教册时阵，阮的工友讲，迄乌子仔菜，有人讲乌甜仔菜，这较早这确实问题这就是叫做破报纸。他说老师第一个讲就是叫手指，叫手指，嘛人叫破纸。其实破纸是为即个铺子即个事来，比如讲嘉义有一个所在叫做铺子嘛，铺子就是泡仔骹嘛，伊的泡仔就是即个，就是即种的伊会当做汤咧，会当这叫做汤咧，这会当起来，这煮鱼真正下味啦，真正有够赞的啦。我来讲，我细汉我看到即个物件我就倒弹啦因为阮兜就拢食这，我就倒弹，我就无爱食这个物件。不过大汉了阮某伊讲阮某上爱即味的，所以伊顶礼拜六做好尔伊会知上尾批啦上尾批的手指手指好，为虾米伊那会叫做破报纸，是叫做破纸破纸拢会使。破纸迄个玉居老师讲破纸，伊就是安尼来，咱来看，伊当做罐头嘛，即话比佫真贵咧，伊贵伊这手指咧贵毋是贵伫伊本身的材料啦伊个材料无贵，以前来讲啦伊是搞工迄真正世界搞工的啦好，第一啦伊就是讲。破报纸就是你要生进前爱先煮过，煮的时阵伊就会裂开，无毋对啦所以甲伊号做破纸。
是安尼来，伊煮会裂开，好，所以家叫做破子。啊，第二咧，生的破布子，伊有粒仔的，有诶是规地。啊，你若咧做规地诶时阵哦，看起来敢若破，这是规地嘛？这是用迄片仔来做诶嘛？茎仔用迄茎仔来做诶。啊，咱即马伫菜市仔买诶啦吼，叫哦，袂歹咧，老师拢内行诶咧吼。即马阮伫菜市仔买拢是即种较济啦，拢是即种较济。啊，这会当直接摕来配，直接就摕来配糜上介好啦吼。啊，第三咧，有诶人是讲，即个人家叫做破布网啦吼。啊，就讲伫咧树仔顶悬吼，伊有一种虫蛹啦吼，啊，就是寄生啊啦，就是伊有虫，伊会寄生，伊会结瘤，一瘤安尼，啊，所以伊诶树叶啊就会破空，像安尼。一开始是安尼啦，即阮兜栽几若丛啊吼，啊，所以即个叫做看起敢若就破布安尼啦。啊，若毋管啦，毋管即个叫做破布子啦吼。好，啊，原来吼，伫咧清代诶文献里头有讲啊，伊讲哦，伊就安尼写，伊讲破布子即种树仔啦吼，伊诶叶仔敢若梧桐，啊，毋过较少啦吼，啊，结籽了后啦吼，敢若苦苓仔咧吼，敢若苦苓仔安尼啦，啊，用盐来煨啦吼，啊，伊有加质，啊，伊会当做菜来食，啊，食了吼，伊会当互咱诶迄个腹肚较袂胃，较袂肚安尼，吼。就是讲伊会帮助消化就对啦吼，嘿，啊有老师就讲伊会当解衰仔的毒啦吼，这应该破梗啊，你敢毋知？啊，台湾的方志是安尼写，伊讲树脂俗称葡萄籽，啊台湾吼，迄个生产上介济，啊伊叶仔敢若旗仔咧，3月开白花啦吼，啊5月6月伊就熟啦，啊伊的形啊，甲一个金色的柳仔共款，有遐个点，爱皮薄薄啊，啊内底有浆。啊，内底有一粒细粒籽，啊籽内底有仁，啊伊诶味真香，我感觉真奇怪，我咧鼻道拢无，味极香，好，收成了用豆浆来浸，啊卖去甲中国，安尼吼，听伊讲介绍真好安尼，好，这就是方志内底伊就写吼，啊，这做手柄就是破布子啦吼，啊遮手柄就是旗仔，开始。伊诶叶仔是足共款诶啦吼，啊，这是梧桐诶花啦吼，啊，这是破籽诶花啦吼，所以看起来嘛足共款诶安尼，摕来互大家做参考啦吼。好，啊，即摆阮母啊又讲一句吼，足经典诶台语词啦吼，叫做吼頷瓜仔树籽啦吼，安尼啊，我写毋对去啊，我若无发现啊。迄是哪食哪要死，因为我拢会甲阮母啊抱怨，甲伊讲吼，你莫阁用迄互我食啦吼，啊伊就讲吼，我知影啦，迄个頷瓜仔树籽啦，啊着哪食哪要死啦，啊我甲你讲啦，啊你要食啦，毋食准拄煞啦，伊即个安尼甲伊讲，啊阮兜拄仔这上济啊。因为阮兜较早有栽，有若时啊无地番薯，阮就会种頷瓜仔。頷瓜仔就是月瓜，啊，阮种也是栽刺瓜仔，伊是专门咧栽刺瓜仔，就是那个胡瓜，胡瓜爱大饼啊，伊较贵，不过伊较高价。迄个月瓜就是伊就是无刺的，伊袂一粒的胡瓜。伊诶产量较济，阮种瓜啊，其实是人诶工场伊会来收，毋过阮家己会留，阮家己会留一部分，落来家己做頷瓜啊，阮有一个大頷缸，切诶，细切诶，籽扣扣诶，放伫頷缸内底，就会当食规冬诶啊。毋过咧頷瓜啊，因为阮家己生诶甲工厂生诶较无共款，阮家己生诶技术较袂遐好。车载拢会迄空气走入，伊就生白皮，小可生菇安尼，佫有生虫，我看拢做太过啊，佫切细，有阵时就直接安尼切切落咧食，有阵时会去炒，因为阮兜会早食早知嘛，就逐工你拢食迄两物件，所以真正哪食哪要死啦吼，你即句话袂歹啦吼，
颔瓜啊、树籽啦吼，哪只哪尾死啦吼，各有押韵的吼。好，啊，这物件，这就是我细汉的时阵不时放伫桌仔顶的物件，就是颔瓜啊啦、树籽啊啦、咸鸡啦，啊，搁有阮兜的鱼啊，吼，就是阮阿公伊拢会去买咸鱼，但是迄个咸鱼吼，拢是上俗的咸鱼，啊，所以伊迄咸鱼拢是一个拗味。就亲像咱咧买啊无洗共款诶，迄拗咸鱼，啊不是阮诶三顿，番薯签以外，就是拢啥物件，啊，所以阮母啊，阮兜甲咱物件叫做倒拄，倒拄就是讲倒啊顶物件拢拄互你啊，就拢拄这咯，照三顿拢拄这互你食啦。我毋知影大家捌听过即个词无？啊，我真因为做即个题目，我去想着阮母啊来讲啊，迄即个做倒拄，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写，伊就拢。拄互你食就对啊吼，啊尾啊，你会加咸嘛？啊你加咸，伊就甲你应一句讲吼，迄只食啦，毋食煞啦安尼吼。啊我就是属个后壁诶，我无爱食，所以大拢袂大。啊你像阮村诶囡仔，伊就会猛食安尼。啊因为我这人有一个特性，我很耐饿，我一两日无食物件，我嘛袂感觉安怎，这嘛是一个缺点，这嘛是一个欠点啦吼，就是讲我会堪你枵啦吼，所以你叫我莫食，我就无爱食。好，哦，即马就要来，对啦，毋食太啦吼。好，煮树籽仔的时阵，袂当用下面倒一种茶咱拢爱来做一个迄个趣味问答。A. 银樱茶 ，B. 山野茶，C. 瓜仔茶 ，D. 枣仔茶。你感觉？咱台语，咱咧煮树籽仔时阵，袂当用倒一种。哦 ，B 山野茶，有人选 A 银樱茶，啊，其他的老师咧，我选 B 的较济哦，小玉选 D，山野茶，丽香选 A，我搁有一个姓房的咧吼，阿梅的吼，选 B，阿梅的答案赞啦吼，这条确实是山野茶，好，所以这个答案是。即个米山野茶，啊，为什么阮母啊嘛安尼讲？尤其你咧撒即个，阮兜拢用鼎，阮母咧做这时阵拢用鼎咧撒。啊，阮爸是木匠啊，所以阮兜杉仔足济啊。啊，咧兄的时阵哦，伊就讲哦，这袂使用山野茶，因为头拄仔有一个老师伊顶悬有写，伊讲哦，树籽啊，就是讲山野食伤济。山野其实是毋是足好诶果子？我讲诶果子是讲，伊对皮肤无好诶人来讲，就对我来讲，其实我爱食山野，毋过我袂使伤食。我食伤济，我诶皮肤会变黄黄。啊，即个时阵就是有山野有毒，为迄个伊诶特性来讲，啊，这时阵哦，你若山野食较济，你要解毒，因为伊山野甲迄个山野甲树籽啊吼。伊是差不多共迄个时间咧大出，啊，所以伊就相克，啊，所以吼，迄个树籽啊，伊会当解山野的毒。毋过你咧煮的时阵哦，你若用山野茶咧烘，阮母也讲诶，伊会安怎？你敢知？伊会结袂起来。因为阮兜无咧做汤的啊，阮兜拢做规丸的，阮兜拢缀伫咧碗内底。啊，伊讲吼，你若用山野茶咧烘，啊，伊可能会起化学作用，所以伊吼，伊我无法度结规丸的安尼，吼。这是阮母的讲法，啊，这是一般来讲的安尼，所以咱用这来甲问大家，煮树籽的时阵咯，袂使用山野茶。毋过各位老师，像阮某因真咧做拢上雅思路啊，无人咧喝茶啊。啊，毋过我足爱喝茶咧，我感觉喝茶迄个感觉吼是足温暖的，所以阮兜还佫有灶，像我咧三菱角，阮的菱角今年去互风台舞一个。可能今年菱角收成就无介好啊吼。我三菱角我拢爱用大鼎咧撒，迄种感觉就加足好食安尼啦。这是我家己的感觉啦。啊，剩咧恁嘛食会出来袂啦吼？用茶咧烘迄个菱角，毋过恁伫外口买的拢是用大叔炉煮的啊，应该无迄种的感觉吼。好，啊，若是有人讲有人对山野过敏啦吼，其实山野伊有迄黏啦吼。啊，所以可能真正是皮肤无好啦，像我皮肤无好，我就减食寡。
好，第三趴，咱们进入今仔日的第三趴，哦，咱们来小解一项物件。即马他拄好问过，台湾食物诶，迄个植物，哦，咱头仔讲诶，大部分老师甲我共款，拢感觉上有代表性诶是番薯。啊，咱即马来看迄个鱼仔是倒一种。第一个南洋啊，啊，第二鳝鱼，第三古代，第四蜇仔，第五沙白鱼，第六河流。你感觉？哦，第五，第五，哎。即个时阵，咱所有老师，有人第二个哦，感觉鳝鱼，哦，这应该是可能台南人的款，哦，因为阮遮鳝鱼伊面足有名，哦，古代为什么呢？知影鳝鱼古代，较无人选，无人选蜇仔，可能就是西北河迄条歌，西北河直直的，一仔鱼要带某，古代兄拍了鼓，我系讲，选古代的人哦，较早迄古代足歹。所以，阮遐足侪人咧，阮遐足侪人咧迄个饲迄个河流。啊，饲河流吼，你若讲这饲河流的人吼，伤过头歹，去得失人。啊，阮遮的人吼，就去迄个水沟啊，去掠孤呆，哦，啊，孤呆哦，拄甲掀落迄个窟仔内底，吼，孤呆就甲河流哦，食去安尼，啊，就去到要死去啦吼。哦，老师傅讲台南出三百鱼对啦吼，台南鱼运上济三百鱼，这拢变过啦，这拢无毋对啦吼。所以当然，伫我诶心目中，所以大部分老师甲我共款啦吼，拢会感觉是三百鱼，啊，所以伫我诶心目中，上会当代表台湾食物诶鱼啊，就是啊，三百鱼啦吼，就是三百鱼。好，啊，咱即马上尾啊拍。咱今仔日应该是讲到遮倒啊啦吼，上哦，鳝鱼无法度饲着啦，因为伊大只会食细只，啊，所以鳝鱼哦，拢爱用掠哦，啊，所以鳝鱼拢足贵诶，鳝鱼一面一盘内底也无几块鳝鱼安尼，哦，150块，哦，足贵诶，哦，啊，毋过三百鱼就是因为伊会饲质，伊佫有咸水诶，伊佫有正水诶，伊佫有半咸正。所以咱即马就要来小解三百鱼，啊，这就是三百鱼，哦，这搭开起来三百鱼，放伫鱼笼仔内底，哦，啊，这是掠一只来甲翕较近的安尼，哦，伊的色足水的啦，吼，哦，这就上青的，你看这鱼篮安尼金，哦，啊，看起来安尼哦，迄目睭安尼金，啊，清，哦，这就是上青的三百鱼啦，吼，好，啊伊华语叫做丝木鱼啦，吼，丝木鱼，台南好佚佗啦，好食物嘛济啦，吼，你看，哦，这三个鱼，夭寿哦，会当遮大只咧吼，毋过吼，这三百鱼伤大只，变得无好食咧，啊，伊愈大只愈俗咧，哦，所以伊可能去做加工较好啦，吼，较好安尼，好。哦，老师有咧讲迄个台南的鳝鱼意面的鳝鱼较大，伤大块哦，好嫌伤大块哦。我台北的鳝鱼面吼是150，啊，毋足细块安尼啦吼，你食物件来台南啊，台南物件上俗啦吼，比较。啊，毋过你去食会敢较贵的哦，你像阮庄脚所在，佫愈俗安尼吼。好，啊，这虱目鱼啦吼，咱台语伊有几种讲法啦吼。第一种叫做三百鱼，啊，咱咧读的时阵，伊会产生音变啦，吼，因为第一个叫做散嘛，伊就是高山的山嘛，吼，毋是土山的山，讲毋对，伊土山的山嘛，吼，啊，毋过即个肉，伊的 K 是舌根音嘛，所以头前迄个散，舌尖招的舌根，哦，安尼伤过头困难啊啦，歹讲啦，所以咱一般听的是。咱是读做三百鱼，三百鱼，
第一个第一个就做杀啦，杀目鱼就是安尼啦吼。好，啊，迄个第二，就鱼仔无讲嘛，杀目啦，阮兜是安尼讲诶，阮兜就讲杀目啦，阮无咧讲杀目鱼诶。哦，咱今仔日煎杀目啦好无？阮兜拢安尼讲。好，嘛有人讲伊叫做麻杀目啦吼，麻杀目，麻杀目，就较即摆咱来讲伊是安怎来？吼，好来，咱即摆就来看，迄个台湾啥物时阵开始饲杀目鱼啦？吼，伫联合国，咱即摆来讲杀目鱼是安怎来？即个牛农组织里来讲啊，15世纪进前啊，吼，伫印尼爪哇岛的东部，甲爪哇岛的东北方的岛屿，就记载有即个鱼仔，伊就有即个杀目的鱼仔。好，菲律宾就是吕宋迄代啊，伊养是杀目鱼的历史就足久啊。因为饲的人侪啦吼，食的人嘛足侪，所以菲律宾的人吼，迄个叫做国鱼呢，国语呢吼。所以菲律宾的人甲咱台湾人共款的吼，阮甲杀目鱼当作足重要一种鱼仔安尼。毋过吼，有一阵啦吼，咱就来讲即个杀目鱼的历史嘛吼，就是讲伫迄阵啥物咧克法的时阵，中国就讲吼，伊要甲咱台湾吼买足侪杀目鱼的，就叫阮台南人紧去种鱼运，紧去饲。其中饲上济是客家，结果吼，咱的杀目鱼进出口啦吼，去到中国的时阵吼，因食袂惯势咧，因我无爱食咧，因食袂惯势，所以全拢卖袂出去，所以有真侪人开钱去种鱼运了，哇！因中国是安尼啊，伊就了钱啊，伊就无人要食啊，所以伊就无按照约束讲。本来是客族的嘛吼，伊无按照约束，伊就无爱甲你买，无爱甲你买，咱台湾人就甲你食，这就是杀目鱼，这款的现象啦吼。我毋知为什么伊食袂惯势啦吼，颠倒是咱的迄个台湾鲷外销，伊的产值是比杀目鱼较济哦。好，第三，荷兰人伫咧统治的时阵吼，伊就为印尼引入来。饲伫咧鱼温啊，就是讲伊内底饲伫温啊，咧饲杀目鱼哦。伫咧热兰地亚伊日记内底就写，伊讲吼，迄个为1644年开始啦吼，伊就去考即个渔业税，伊内底就讲着内底有鱼温，就是温啊，温啊内底饲的就是杀目鱼，伊就是杀目鱼安尼。好，伫清朝的文献，咧《资料馆志》内底，伊就讲1717年，伊就记载。南台湾的鱼运内底，就咧养殖即个杀目，也是麻杀目安尼，这鱼仔伊的名是安怎来？这点要较注意。好，伊讲吼，第一，杀目就是杀目，因为杀目鱼的目睭，伊有脂肪性的目睭皮，惹入目睭，所以叫做杀目。有道理。第二，杀目这个意思是为菲律宾来的，自来菲律宾甲台湾往来就真麻嘛，所以杀目甲柑仔米共款，拢是为菲律宾来的。菲律宾的人甲杀目鱼讲是杀目，就安尼差不多。第三，地心讲，这个是我细汉听着，伊即马看着迄个好，伊看着即个希拉雅赤坎社原住民咧掠杀目鱼。一好闲甲伊问讲，这地心讲这啥物鱼啊？这原住民听无伊的话啊，伊讲哈，啥物伊就对伊讲啊，啥物鱼啊？地心讲掠准，伊是咧回答伊讲，这是杀目鱼哦，所以杀目鱼叫做国姓鱼，就是安尼来，伊家叫做国姓鱼。好，爱看见无标准嘛，啥物鱼？伊掠准原住民是咧回讲这啥物鱼安尼，伊会对讲啥物鱼，就讲这杀目鱼哦，这是安尼来。连横，伊伫台湾通史内底，伊讲台南以迄个饲鱼为主，伊的鱼叫做麻杀目，就是番鱼，就是为外口来。你感觉咱来投票，对一种讲法，你感觉上有道理啦1、2、3、4，第四个毋免讲啦，1、2、3，1、2、3，你感觉是第一个词，就是因为伊的目睭，伊有脂肪性的目睭皮，
所以家叫做沙目，目甲沙的安尼。啊，第二就是为菲律宾来的，为菲律宾来的。好，啊，第三，迄个第三讲，你讲这啥物语言呢？哦，头前几老师拢选一的。好，即马我要互老师看一段，老师搁继续投票，继续投票。咱来看专家安怎讲，好无？咱即马来看专家安怎讲这个沙目语哦。过虱目鱼肚口味的简单特色沙拉，阿金马龙仔。安尼老师有听到无？有哦。不两个这样。因为是台南，本篇对话几乎全部都是台语，看不懂台语字幕的朋友，打开 CC 字幕就会有中文翻译哦。要做什么口味的台南蹦米汤最有特色呢？当然是虱目鱼。有没有吃过虱目鱼肚口味的蹦米汤？没吃过，对不对？今天就做给你看。听说这里的虱目鱼超好吃。颜仁宏大哥是我们今天的渔夫朋友，他的鱼不吃抗生素，吃草药，还使用各种新科技来降低陆上养殖业对环境的破坏。是颜大哥吗？谢谢。你好。我听朋友说你们的虱目鱼超好吃，可以卖一些给我吗？会使，无问题。但是你要跟我讲沙目鱼是哪叫做沙目鱼？好。前面好像有很多当地人，我们来问一下他们知不知道虱目鱼的由来。阿伯啊，歹势甲你借问一下。拜托你叫我阿伯。歹势啦，我是想要问你说，你知不知道虱目鱼为什么会叫做虱目鱼呢？这大家拢知，我等就用笑的笑给你听。这是国世开大路，这东西一出可开，地啊当地啊，为百姓来求便宜，国世的问伊啊，你是啥代志啊？国世大人啊，我这有一尾鱼啊，要来送给你呢。这鱼啊，看都袂歹呢。这条对什么鱼呢？哎呀，感谢王爷来送命。这尾鱼啊，将需要就好这什么鱼咯？这是好水咯。你讲讲道理，什么鱼、啥大鱼，大概是。这个主题的不再造谣了。安尼你知啊？原来是这样啊！严大哥，我问对，迄就是因为地仙宫迄当初。阿华，我甲你讲，这绝对不是跟地仙宫有关的。台湾有加个点点拢跟地仙宫有关系，关税像什么乌沙茶啦、出米盐啊、草下墩啊、剑子、剑盘、金锅酒。甚至你会估，拢共款被放过大量，本来歹人，到陈宝尊才开始，他们都共款被放过。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多跟郑成功鱼真的跟郑成功没有关系的话呢？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多跟郑成功有关的神话？因为咱若要讲故事，拢会含政治人物念做伙嘛。所以你看，因为金融厝内底有党徽，郑成功含国民党共款被放过大量，但是国民党后来较唔敢讲，因为郑成功反正大家无先讲。跟咱拢讲解放台湾，因家地经不孝囝，台湾变一个国家呢。所以你看中国伊就较讲讲电视讲唔敢讲囝，民进党感觉他是台湾之父，政敌拢有各其所需吼。清朝前半期电视讲本来歹人，到陈宝尊才开始在提倡郑成功精神，感觉讲郑成功是以孝作忠，在明代只要跟日本有关系的人，那就通常被称为倭。那这里面也包含郑成功的妈妈，对吧？郑成功是倭的后代，用这都这样讲啊。日本人因讲但是一家。对吧？迄四个政权的对抗，大家学了，这历史错误就改一个尔。电视讲红军啊介意，共产党也介意，民进党也介意，你就唔捌找出这啊，这大家若什么好的拢物件嘛教电视讲，这个物件拢一定要跟韩国瑜有关系，敢毋是？讲故事拢会含政治人物念做伙嘛，对不？是中国历史做安呢？汪老师，那虱目鱼正确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无一定有绝对的定论，沙目鱼就可能对菲律宾过来。为什么是菲律宾？虱目鱼难道不是台湾自己的鱼吗？这个时间唔是讲台湾有尔，菲律宾嘛有，印尼、马来西亚也嘛有。
菲律宾讲个沙巴罗、沙巴鱼，讲要共款，伊成为有一个证据吼。譬如来咧讲塔马多番茄，南部人讲柑仔面，柑仔含迄个菲律宾塔卡罗话吼，柑仔地，讲要共款。哦，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南部才会把番茄叫做柑仔米。可是这个柑仔米它吃起来又不像是柑仔橘子，也不像是米蜂蜜，所以它这个名字原来就是从菲律宾过来的。所以是不是虱目鱼的名字也是这样子被我们从菲律宾学过来的呢？严大哥问问过啊，可能是来自菲律宾语，虱目鱼有一个名字叫做沙巴肉。安尼阿华，你真正有研究哦。好，安尼我决定杀来去要卖你。好，谢谢严大哥。行。好，来。啊，你摆的给沙巴来做来同一汤嘞。啊，这样来啦。啊，别讲啊。啊，这个所在就是龙里门的出海口。啊，这龙里门出海口，到中标中标就是那个用荷兰人做门市的，叫定文宫。啊，各位你若有来台南佚佗，你若毋知遐里地，你来找我，啊，我来带你去。毋过伊无伫遐凤梨汤啊啦，伊无伫遐凤梨汤啊。好，咱即摆来迄个先甲伊停了啦。咱搁继续，咱讲了即个内容。所以为他拄啊，即个咱迄个王家英老师伊讲的，上有可能即个沙巴鱼就是为菲律宾来的。所以等一下，所以这应该就是第三个啦，吼，就是第二个啦，吼。我感觉即个为菲律宾沙巴肉对遮来的啦，吼。好，咱即马就来看，咱经过投票的结果啦，吼，也是学较济哦，所以老师拢真来啊，这听专家啦讲，我迄个硕丁老师，你敢会当甲你的迄个，你的迄个麦克是无关啊，喇叭麦克，好，咱来食沙巴鱼，多谢学台语啦，吼，好，你会记你这篇熟悉有无？好，咱来看卖好无？吼，安尼伊讲。沙巴鱼是咱台湾人重要的滋养来源之一，伊有丰富的农业，甲 EPA、甲 DHA， 已经当中是也未普遍进前，因为产量少，主要是互外来人、甲身体烂的人做补品。沙巴鱼伊的肉油佮青甜，吼，迄个饲，伊的饲济啦，吼，好，厚鱼饲啦，吼。即嘛，迄个伊是讲，伊有200外几个鱼市，这我删掉啊。饲沙巴鱼爱斟酌伊的生存环境啦吼，所以有饲鱼先饲水，饲水先饲土的秘诀。近来沙巴鱼的料理真侪种，除了无饲的沙巴鱼肚、沙巴鱼丸、沙巴鱼酥、沙巴鱼羹等等的各种产品，而且佫用沙巴鱼开发真侪保养品。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沙巴鱼的原名马沙巴是照西拉雅北部族的语音，可见迄个沙巴鱼甲台湾有真深的关系。好，这就是咱教育部民政科技美馆的建本啦吼。伊就讲根据演说我头仔讲的啦吼。沙巴鱼是较早啥物款的人来食？伊讲 A 普通人。米特海人、C 做工仔人、D 身体虚的人啦吼，即条咱当然就爱选 D， 嘿嘿，对，咱爱选 D 啦吼，即嘛迄个老师开始伫网络顶管理咱的迄个细心话内底咧讨论永康的饼仔翅啦吼，沙巴鱼糜啊咧，牛年鱼啦吼，所以沙巴鱼佫叫做牛年鱼，就是安尼来，伊真营养有两白质安尼，所以即条爱选 D 啦吼。第二条，根据演说啦吼，沙巴除了厚质以外，佫有啥物特色啦吼 ？A 肉质青甜，食得粗丝，米依然有200外片啦吼。C 产品会使保养皮肤啦吼，煮啦吼，真好吃，佫厚大啦吼。即条当然就是爱选第二条，爱选对一个，当然即条就是爱选 C。
因为下毋对嘛，肉质青猪，伊是食得，伊是讲足油安尼啦吼，爱讲粗丝就毋对啊。啊，伊毋是鱼篮200外片，伊是鱼翅啊200外支啦吼。啊，饲三百鱼无遐好饲哦，毋是伊讲讲真好养死佫敖大。啥物较好饲？你也莫南苗啊，南苗啊就遐较好饲啦吼。啊，三百鱼龟头食到尾咧，拢袂拍算啦吼。啊，第三条，根据本文啦吼，饲三百鱼上头先爱注意一下，伊讲吼，饲鱼先饲土啦，毋饲迄个饲鱼先饲水啦吼。饲水先饲土啦吼，所以上界重要当然就是爱顾土质所以一条爱选 B 安尼好。即嘛吼，三百鱼，咱要食三百鱼之前，爱甲伊伫窟仔内底牵起来，所以咱台语叫做牵鱼啊。伊佫会甲伊拉，佫会让迄鱼仔互伊跳，一直跳一直跳。伊的目的就是讲，互伊内底伊的肠大啦吼，互伊吐较清气的这是牵鱼啊，伊的一种用法啦吼。伊就是要互迄鱼啊吐一个安尼。好，你看，较早用伫人的时阵吼，迄三百鱼拢迄鱼头拢摆甲足整齐安尼，摆甲齐。听讲安尼会当保持伊的青度啦吼。伊较袂全部贴做伙嘛。每一种鱼啊吼，伊安尼会较青啊吼。因为即马拢有用冷冻的，即马拢有放冰啊。较早技术较袂遐好嘛吼，冷冻技术较袂遐好安尼，所以较早，所以你去看即个，就下底即个图头摆甲遐整齐，即种较早的。即马因为有冰角啊，所以伊拢直接大啊放安尼尔，佫过来，即马鱼啊要开始抬鱼啊吼，鱼啊掠着啦，这下早牵的哦，下早差不多4、5点就爱去牵啦吼，因为阮爸就捌去牵过鱼啊，过来就是爱拍鱼篮，鱼篮了就甲鱼丝吟出来。即甲鱼丝吟出来，吟出来了咧，佫过来爱甲迄鱼头甲水起来，迄抬鱼仔伊个过程啦吼，迄头甲水起来，这头吼，这头伫迄个伫阮台南内底吼，伊会煮咸的，煮咸的叫凊咸的，伊会用个豆酱咧凊安尼，一般来讲啦吼，阮遮鱼头。一粒差不多煮好的差不多10块啦，10块钱煮好的就10块。你若去买迄个买鱼头，伊有分做2种，一种就是迄个较无肉，迄差不多3粒10块。若是较有肉，伊就差不多一粒5块安尼这是三百鱼头。阮遮介绍。伫阮台南的菜市啊，差不多每一个菜市啊咯。拢有一档专门，伊无卖别种鱼啊，伊就敢若卖三百鱼尔，拢上尾有一档，拢有一档咧卖这三。你若要买三百鱼，你就去甲即个买，伊上摆来啊！你看迄台鱼啊，迄个手路拢有够赞的去甲迄个鱼肚伊就开始出鱼肚这你若去迄水果鸦片 YouTube 内底，你就当看着，看着因安尼刣，迄足熟手的就对啦吼。有分做大肚甲鱼肚，大肚就是你用鱼饲的，伊无咧甲你叫鱼饲的。伊的肚足大片，阮兜就是拢买大肚。买大肚你是爱甲买几只？你甲伊讲你买大肚，伊就可能讲你要对着食，你家己去拣，拣了后伊就开始甲你抬了后，伊的肚是足大，佫加饲的。毋过伊会甲迄鱼头啦。鱼肠啦，伊的骨头啦，伊拢会互你，因为这是你买的嘛吼。伊佫会问你会问你讲，迄个你有要控汤无？就是迄鱼骨啦吼，你要控汤无？我拢甲讲有，伊就佫甲你加一寡迄个啥物事啦，伊就送你一寡鱼骨安尼。其实我肠拢毋是咧控汤的，我拢咧冒面线我家己煮，我拢冒面线，所以伊会出鱼肚。咱即马惯势拢是无饲的鱼肚，你来阮台南嘛吼，伊就开始鱼肠摕出来，像这就是咧，这就是小肚啦吼，即条肚这个小肚，这就是咧做无饲的，爱出了伊就开始压鱼饲，鱼肠甲摕出来，鱼肠甲摕出来，甲鱼饲压安尼，过来，伊顶悬有一只叫做鱼领，鱼领就是伊的背鳍。咱民间家己叫做鱼领，这鱼骨
伊骨就是会当来控汤的啦吼，会来控汤哦，迄滋味迄汤哦煮起来偌好咧。啊，阮台南人食沙白鱼的鱼糜吼，拢会配油炸粿咧。啊，我毋知逐个安怎食啦吼。啊，这油炸粿吼是爱用运的哦。你莫甲念做一粿一粿哦，要规支啊运迄个汤啦吼，啊较一水糜，啊搁泡一水这油炸粿，啊油炸粿爱先运汤哦。这是阮台南人食沙白鱼糜，配油炸粿啦吼。啊，这鱼肚哦爱煎到赤赤咧，烤起来就好食有无？所以老师就讲，阿君老师伊就讲，伊拢迄个迄沙白鱼就爱用煎的啦吼。这就是煮汤的。啊，其实吼，你若要保证青啦吼，你爱食，伊若敢煮汤的，互你表示这鱼汤啊足青足青。啊，若无伊你用煎的会当放较久啊。啊，这个袂当，哦，这拢爱直接煎的安尼。哦，啊，阮遮上解，我上下我味的，其实是爱用芹菜珠啊，啊，搁有油葱，哦，啊，搁姜丝，哦，这是伊的配料。啊，甲迄鱼肠仔起来打板酱，哦，这够赞的，哦，这够赞的安尼，哦，啊，这当然嘛当用煎的，煎的较袂臭车啦，哦，煎的较袂，你用煮的较会臭车，安尼，哦，好，啊，搁有，这就是鱼命，哦，这就是做点心上好的，煎沙白鱼命就是伊的八翅，就是伊的八翅安尼，好，啊上尾仔的，吼，沙白鱼汤，哦，这是综合汤啦，吼，这是阮台南来叫做综合汤。哦，有沙白鱼啦，吼，啊嘛伫你看内底嘛是搁有油炸粿咧，哦，这就是上界有代表性，代表咱台湾的沙白鱼啦，吼，好，啊，搁过来，这是我上爱食，哦，沙白鱼毛面线，啊，就煮像安尼，啊，伊爱搁芡芳啊，搁用麻油芡芳，哦，这是我上爱少年阿母的滋味，啊，上时间已经到啊，即摆应该12点啊，哦，所以我甲咱台湾人的食食，今日咱讲三拍。哦，就是讲迄个番薯，啊，搁讲树枝啊，啊，搁讲沙白鱼，哦，啊，即嘛拄啊中昼啊，哦，你若要食这大顶悬的物件，你拢摕去食无要紧，哦，安尼，好，啊，今日就来上到遮，啊，多谢大家，好力咯，2点钟咧，哦，多谢老师，我互你讲啊啥，真正规个，安尼喙烂拢要流落来。啊，是。因为我家己嘛是台南人，所以你讲的拢足熟悉，但是有足侪，抑佫足侪是我毋捌听到的吼。哦。因为我是住伫市内，所以真卡的一寡代志我可能就看捌。不过今仔学足侪，非常多谢。我相信逐个人拢足会晓有参加的人，真正是足有福气。伊知影是知影，食是食吼，但是实在是无遮尔侪学问啦吼。今仔非常的多谢。嘛真多谢大家认真啊！对咱家己台湾的一寡食物一寡海产一寡即个土产，特别是自古以来，其实到即马咱嘛抑阁真不但是真正变做足，即马拢变好业人咧食的物啊。对。啊，伫以前是感觉足无重要，不过是真正时代咧变啦吼。我咧想讲。阮台语文园区，阮嘛有一个灶卡，所以过去拢会请人来教即个营养啦，还是教煮好食的料是阮的一个实习的学生伊讲，嘿，迄拢是煮好食的吼，咱应该像今仔老师讲的遮吼，今仔落啊以后拢爱对教即个日常的对番薯叶啊、番薯啦，啥物对遮拢沙白鱼啊，对遮来煮倒转来吼，讲倒转来。我想搁请老师来解说吼，我想迄个意义较大。阮今仔日学足济，足多谢老师，相信逐个人拢真感谢，多谢你。我会简报，互咱的主办单位，好，好事先。老师要，才甲咱的迄个基金会联络安尼。好，多谢，再会，谢谢，多谢大家认真，多谢，感谢老师。